每日打開手機都有大量嘅資訊湧現，加上而家嘅 AI 咁厲害，製造出好多假人物、假事件。所謂新聞或者健康資訊都係難以證實，真假難分之下，好容易被誤導，嚴重嘅可能會引起內心嘅恐慌或者焦慮。為咗撇除呢類負面影響，我哋需要遠離，甚至斷絕一啲無關重要嘅信息，攞返自己思想嘅主導權。除咗少啲睇呢類非官方嘅媒體資訊，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穩定情緒。睇書，由於書本內容係經過編輯同埋審核，出版較為嚴謹，除咗長知識，更加有啟發作用，集中返自己嘅專注力。聽音樂，除咗有減壓作用，亦可以改善情緒，尤其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呢類令人快樂嘅物質，提升正能量。深呼吸1分鐘，每次感到疑惑、焦慮不安嘅時候，只需要停一停，離開手機，望向遠處，深呼吸1分鐘。呢種非常簡單嘅呼吸訓練都可以令情緒變得穩定落嚟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 MCM 專業收納服務生活頻道，更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心得啊！下次見。